日中科院伫昨昏是邀请咱国内外12间业者举办水面无人艇的展示，有3间咱国内业者是伫基隆外海进行展示，每一间拢展现家己无人艇的性能，输人毋输阵。 伫海上站画8日当时，互影拢扣起来，扫落来对目标物驶正紧过去。国内3间无人艇的业者伫宜兰所外海拼向上熬，风光敢若比武大会。 无人艇伫俄罗战争表现真好，是请国内外厂商投入研发。中科院是邀请国内外12间厂商来参展，有5间国外厂商来参加，另外有3间国内业者，包括碳基科技、瑞好科技和龙德造船，拢投入动态展示。 碳基科技的碳显加1号是大声出港，全新使用航太碳纤维，有创形状的特性，透过精准目标的辨识来执行侦搜任务。 最后来出场的是瑞好科技的海沙800攻击无人艇，同款有创形状的功能，抗干扰，阁会当防弹，上大航程到600公里，会当执行自杀攻击任务，符合国军无对称作战需求。那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，怎么样发展出不用人操作的 AI 界面。 上尾一个出来的是龙德造船的乌条无人艇，船身是深蓝色，船首是尖刺的设计，对应的能力是真好，在复杂的海况内面，同款有稳定操控能力。 这次参展的其中一家厂商就是龙德造船，它也正好就是中科院会期专案的合作厂商。因此呢，在记者眼前的这艘黑潮无人艇，也与中科院的会期无人艇外观非常相似。 另外，中科院这篇会计专案和龙德造船合作打造的攻击无人艇，这摆并无出来。中科院院长李世强讲，只要无人艇通过作战测评，明年就会当大量采购水面无人载具。那我更要感谢今天有5位国外的厂家特别来参与今天的活动。我相信很快各位都会被中国政府制裁，但是请你们不要畏惧，因为你们选择了 自由和民主的阵营。最困难当然就是去红供应链的这件事情，因为毕竟在很多的电子组件跟相关的手感部分都还是比较困难达成。当然，现在已经有蛮多的国内厂商，也有外国厂商可以去做选购。 无人艇伫台湾都起步，各大业者嘛相信讲，起红供应链是一大挑战。中科院讲，透过交流的平台，和国外厂商技术合作，也是共同生产，军民做伙来合作，就会当提升国军的协助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